9月2日开始，这高铁要来实行冷静车厢的新制度。若阵这车厢内底呢，乘客伤过头吵，无配合这个考卷，所以高铁呢是会当拒绝甲伊载。另外呢，有立委是来建议咱会当参考着国外的制度，这乘客若阵伤过吵，会使甲开罚单。 坐交通运输，常常会有民众反映讲车厢内伤吵，有人大声讲电话，有人耍手机啊、看影片，声音常常拢会放出来。一寡想要休困的人，拢无法度休困。针对9月2日开始，高铁要实行的冷静车厢新制度，若是伤吵唔配合的乘客，高铁会当拒绝甲伊载。所有的旅客在车厢内不能使用行动电话，你有要使用行动电话，必须 到列车的玄关，如果屡劝不听或者违规，可能按照运送这个契约啊，可能会遭受到拒载啊。已经今天正式公告啊，对于我们在中南部的立委，我们应该率先支持肯定这种做法，而且要以身作则。 为着来台北立法院开会，不是爱坐高铁的中南部立委，拢支持高铁的做法。因表示，国外像英国、日本、新加坡，拢有针对大众运输乘客伫车厢内大声讲电话、放影片，这个行为开罚单，认为台湾会当参考。看到高铁的这个服务人进行这一个要求，但是也 未必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应对方也有所不从的时候，确实就需要到入法的阶段。想要有好的坐车环境，除了伫法律顶悬增加规范，立委嘛认为代替捷运，未来嘛爱比较高铁，同款安尼做，嘛呼吁民众共同配合，提升文化素养，建立守规矩、有礼貌的坐车文化。记者陈心彤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